而家呢個年代咧，好多時譬如哪怕香港啦、國內都好啦，好多人都中意租樓勝過買樓嘅，因為買樓真係負擔大，唔係咁容易。咁師傅又突破而家嘅盲點，就教大家如果喺租樓裏邊咧，我哋點樣揾一間適合自己嘅樓，或者旺自己嘅樓，或者點樣嘅樓你先覺得佢係旺你嘅咧？嗱，而家好多朋友都因為先租係咪試下自己啱唔啱，先諗下買唔買，或者買呢個區域嘅地方。嗱，如果以9運嚟計，各位朋友先揾下自己間屋係咪4正樓。嗱，咁你會問啦，師傅何謂4正樓啊？就係向正東、正南、正西、正北門開呢啲位，或者窗開呢啲位咧，都比較容易納入到一啲好嘅氣息。呢個係第一樣嘢。如果你個門口係開斜角，喺8運咧就適宜開斜角樓嘅。咩意思啊？即係東北啊、西北啊、西南啊、即係西北啊呢啲，咁我哋就叫做斜角樓，叫做4餘樓。喺9運就適宜開4正嘅樓。所以如果喺8運拉落嚟嘅4正樓咧，喺9運都尚算可以。尤其是如果喺9運起嘅樓咧，更加應該係揾4正樓。嗱，不過咁各位同學都要留意啦。如果喺9運我哋租4正樓，如果佢喺8運帶落嚟嘅話咧，有時係4餘樓好過4正樓嘅。不過希望佢9運都改少少之下，有所以可以幫到佢手。嗱，另外一樣嘢就係，當你去到呢間屋嘅時候，我哋以3個月為限。嗱，點解有啲同學都會問，師傅點解會係3個月嘅？點解唔係1年半載啊？或者係以咩嘢為限？嗱，呢個就同我哋八字嘅一啲循環就有關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我哋命理上面咧係用10個天干、12個地支組合。大家細個都玩過最小公倍數啦，就係 LCM 就係60作為呢個數字。咁如果以年份作為單位嘅話，我要見翻甲子，由甲子見甲子就60年。如果我哋要見甲子到甲子，以月份嚟計，就60個月，所以就5年。所以點解有啲人就講10年一個大運，5年一個小運。好啦，如果以日子嚟分嘅話，就係60日就循環咗一個甲子噶啦。咁即係話呢間屋利唔利你嘅話咧，我哋起碼要行晒60日先，睇下自己得唔得。咁你話師傅點解會係90日嘅？因為一年有360日，大概你用1/4嘅時間，3個月，睇下自己呢間屋住落去旺唔旺自己。因為有時可能係佢流月喐到唔同嘅位都有唔同。咁即係話如果你有3個月時間，佢已經喐咗3個嘅流月盤。如果喺我哋玄空飛星裏邊，佢3個嘅流月盤，你都仲睇唔到佢嘅吉凶，呢間屋好極有限，或者唔好聽啲咁講，佢衰極有個譜。咁你如果喺不過不失嘅情況下，你咪繼續住住先咯，影響都唔大。但係如果你發現我住咗係3個月90日，所謂嘅頭頭碰着黑係咩呢？譬如話工作上無端端搬入去俾老細鬧，同啲同事合作又極唔順利，甚至乎我同女朋友多摩擦鬧分手，或者如果2分鐘住入去家嘈屋閉，呢間屋一定唔係好樓。唔好講話你病唔病嗰啲啦，淨係講人際關係上，如果即刻一住入去大改變嘅，呢間屋係差嘅樓。但係調翻轉，如果你一住入去，頭先以上講嘅呢所有人際關係轉好嘅話，呢一間係好好嘅發財屋。天時莫如地利，地利莫如人和。如果你住入呢間屋嘅時候，人和得好緊要，你又同佢好好，你又同啲左鄰右里好好，呢間屋係發財樓。甚至乎你住入去，隔離鄰舍都好客氣，樓上樓下都好客氣，呢間屋係發財樓。如果你住入去，左鄰右里又投訴你，上下鄰居都投訴你，你唔使講，呢間屋好極有譜，因為一定係佢間屋犯少人，佢先至容易會有機會去撞到有是非官非，甚至乎有口舌。所以咧，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，你究竟點樣可以做得到嘅嘢？如果當你間屋有呢啲問題嘅時候，可以從風水上面解決佢嘅問題。不過如果你發現住入呢間屋裏面，仲有一樣嘢就係，當你有寵物，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，好多人未必生小朋友，但係中意養寵物。唔理你貓貓狗狗，一住入去病，
一住入去大家利是埋，呢間屋都係唔好。除非你話我隻狗本身有病，或者我本身隻貓已經年事已高，咁冇得講。咁嘅話呢，就唔算太大問題。但係如果你住入去，無論係人口上有缺失，甚至乎牲口上有缺失，呢間屋都係唔旺嚟。所以從以上呢啲資料裏面，你就知道呢間屋究竟旺唔旺嚟。留意下呢樣嘢，不妨同師傅留言話俾我聽，你間屋又旺唔旺你呢？